大家好，喺今日演講開始之前，我想引用村上隆喺《興趣無用論》嘅一句話。佢話：真正嘅成就感同充實感存在於伴隨住大量嘅成本、風險同危機感嘅行為之中，經常同失意、絕望係連體型。換句話嚟講，呢一啲只會存在喺我哋嘅工作入面。村上隆認為，當我哋沉浸喺興趣嘅時候，雖然可以獲得感官上嘅愉悅，但係因為呢一啲活動缺乏威脅同埋挑戰，好難令我哋帶嚟自我改變。我相信佢嘅觀點對於身為大學生嘅我哋嚟講並唔陌生，可以話係好熟悉，因為我哋經常被教導要跳出舒適圈，要勇敢面對挑戰。咁呢一啲所謂無用嘅興趣，例如彈一首你根本唔會演奏嘅吉他音樂，或者去追一套劇，喺我哋成長嘅路上係咪真係咁不值一提呢？不過我哋必須要承認嘅係，村上隆嘅觀點為我哋帶嚟好深刻嘅道理。工作帶嚟嘅磨難，的確可以塑造一個人嘅韌性，而事業上嘅挑戰，亦都可以為我哋帶嚟無可替代嘅成長。不過我哋一齊諗下，如果我哋嘅人生淨係追求呢一種深度嘅挑戰，咁係會有幾咁單調同緊繃呢？所以我認為人生嘅完整度唔可以淨係得向下扎根嘅深度，仲需要向外伸展嘅廣度同埋調節情緒嘅彈性。如果話工作係向下扎根嘅話，咁我覺得興趣就係帶領我哋向外伸展同埋自我調節嘅途徑。今日我將會由向內探索、向外連結兩方面去分享一下興趣點樣賦予我哋人生廣度同埋彈性。第一個層面係興趣引導我哋向內心探索，滋養心靈世界。心理學家米哈利提出一個心流嘅概念。心流係指當我哋專心致志去從事一項有挑戰性、需要運用技巧嘅活動時，我哋會達到一個欣然自樂嘅忘我境界。喺心流入面，時間感就好似消失咗咁，令我哋可以達到一個更放鬆、更有創意力嘅境界。可見心流唔單止為我哋帶嚟快樂，佢仲幫助我哋調節情緒，增加內在動力。當然啦，工作上嘅挑戰亦都可以為我哋帶嚟心流，但係呢一種心流往往伴隨住唔同嘅壓力，例如業績、晉升等。而興趣正因為佢無用嘅本質，令到我哋可以更純粹去體驗心流。當你去發展自己嘅興趣嘅時候，你可以唔計較成敗去嘗試，為自己嘅好奇心而去鑽研。而更奇妙嘅係，當你沉浸喺心流嘅時候，佢就會好似一個導遊，帶你從一個小小嘅興趣點出發，走向一個更廣闊嘅世界。其實你焗一個蛋糕唔係為咗要開一間蛋糕店，你畫一幅畫都唔係為咗要登上畫展。呢一啲冇功利目的嘅活動，令你可以更滋養心靈。所以話去做一樣你鍾意嘅嘢，你唔單止會獲得一張享受心流嘅體驗券，仲可以喺呢個高壓嘅世界回歸平靜嘅避風港。第二個層面係向外連結，拓展生命嘅廣度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亞提出咗文化資本嘅理論。佢認為知識、技能、品味都可以轉化為無形嘅個人資產，而其中最重要嘅形式係具身化嘅文化資本，透過長時間嘅投入，內化於我哋嘅身體同心靈，與我哋無法分割。而興趣正係一種唔可以分割嘅資產。你所學嘅樂器、鍾意嘅語言，唔單止係一個技能，更係由你身體記憶、心路歷程、內在體驗去轉化為你獨特嘅個人特質，與你無法分割。興趣唔單止塑造咗你嘅能力，更加定義咗你係邊個，因為佢係由你獨特嘅經歷構造，成為咗你無可替代嘅個體證明。正係呢一種獨特嘅文化資本，令到我哋可以去更廣闊嘅世界。喺人群之中，我哋可以塑造自己嘅個人品牌，同同好建立聯繫，拓展咗珍貴嘅人際網絡，從而走向外部大門。所以，我認為興趣同工作並唔係對立嘅，而係一種相輔相成嘅關係。村上隆強調，工作可以為我哋帶嚟好深度嘅磨練，但係同時，我哋亦應該要見到興趣為我哋培養嘅軟實力，例如創意力、解決問題、調節情緒嘅能力。以我為例子啊，我係一個好鍾意烘焙嘅人。每次當我調節食譜或者去處理焗爐溫度變化嘅時候，我都會無形中培養咗一個實驗精神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。
到我喺工作上遇到好棘手嘅事嘅時候，喺烘焙上學到嘅耐性同埋創意，都可以令我有一個更容易跳出框架解決問題嘅方法。而興趣亦都為我哋帶嚟廣度，佢讓我哋喺職場上唔再係一粒只係執行任務嘅螺絲釘，而係一個擁有獨立故事嘅個體。所以去返一開始條問題，興趣係咪真係無用呢？可能喺功利嘅角度嚟講，佢有啲無用。但係喺完整人生角度嚟講，興趣至關重要。佢喺我哋追求深度嘅同時，賦予咗我哋廣度同埋彈性。所以人一定要擁有自己嘅興趣。希望你唔好理人哋講咩。如果人哋話你嘅興趣好不值一提、微不足道都好，我都希望你可以將你嘅興趣放喺心上，好好珍惜佢、享受佢，令佢閃閃發光。因為佢唔單止係一種活動，更係你喺呢個世界上嘅證明。喺充滿功利同埋計算嘅世界入面，所謂無用嘅興趣，係你為自己留下獨一無二嘅禮物。多謝大家。